上一期咧就介紹咗廣東計劃啦，留言區十分之墟冚喎，大家都非常之積極咁分享自己嘅見解、感受同埋建議。反響熱烈之餘咧，超出咗我哋嘅預期，咁就非常之多謝大家嘅關注同埋留言啦。我亦都好認真咁睇完咗每一條嘅評論嘅。咁針對上一期我哋提到嘅幾個問題咧，喺呢度逐一補充說明一下俾大家聽。第一就係長生津嘅申請居港時間嘅要求。首先申請長生津咧係需要年滿65歲，而且符合個人嘅入息同埋資產審查之外咧，仲有一個係居港時間嘅要求嘅。簡單啲嚟講，喺提交申請之前嘅連續1年之內離港嘅時間唔超過90日，咁就符合條件嘅啦。而且成功申請咗之後咧，領取津貼嘅期間唔需要喺香港居住嘅，長居廣東或者福建都 OK 㗎。好，第二個問題，其他省份點解冇呢個政策呢？香港優先會考慮喺廣東同埋福建推行養老計劃嘅，主要考慮到嘅咧係地理同埋文化上嘅緊密聯繫，同埋歷史形成嘅人口淵源同埋現實嘅養老壓力。廣東自然就唔使多講啦，而福建籍嘅鄉親喺香港嘅人數亦都係相當之多嘅，據統計係超過100萬，係僅次於廣東籍嘅港人群體。第三，北上養老係咪做韭菜呢？我覺得呢個更加多嘅係一種體驗同埋認知之間嘅問題。講再多都不如親身過嚟大灣區行一行，住幾日，實地咁樣感受一下呢度嘅退休生活係咪滿足到你嘅期望。如今嘅跨境養老，無論係喺政策上、民生上、醫療上，定係交通方面，都已經同以往係不可同日而語㗎啦。所以歡迎各位老友記聯繫我，親身咁體驗一下大灣區嘅退休生活。如果你想詳細了解下香港長者喺大灣區嘅生活資訊，評論區度留言退休，記得留意下自己嘅私信，我會 send 一份香港長者大灣區生活全攻略俾你㗎。